母亲节的礼物是800款，上赞的母亲节礼物是啥物？桃园一个42岁这个做鸡卵糕这个师傅啊，17岁时捌到毒品，因为毒品呢，互人掠去关。27岁迄一年，因为卖毒品，互人掠到被判刑15冬。即马表现真好，被假释出来啊。虽然讲已经超过40岁啊，不过呢，伊即马重新积极面对生活，去学做鸡卵糕，佮开一间店，做无有丰富这鸡卵糕，即马一天上济讲会使卖300份。伊用伊本身的案例，甲所有捌犯过错的人讲，只要勇敢改过打拼生活，就是好母亲、妈妈、老母上赞的母亲节礼物。咖啡了，好。一透早，阿母两个就来到市场，真认真咧卖家己做的鸡卵糕。这款变化的生活，对伊来讲是真无简单的。其实17岁迄当，伊捌着毒品了后，就一直进出加价。27岁的时阵嘛，因为贩毒被掠，被判15冬的徒刑。即摆伊假释出狱，有真侪话想要对少年人讲。真的戒毒不是那么容易，可是要走这一条路，其实也不是很好走。吸毒这条路其实很没有尊严。想想自己要过这样的生活嘛。经过迄段黑暗的岁月，女定出来了后，靠着礼乐中所学的，继续精进烘焙技术。做师的过程中，可以拄到伊即摆红婿，两个人伫5冬前结婚，嘛做伙开烘焙社。就支持他做他想做的事情，这样子。红婿厝内人无条件接受甲支持伊，互自细汉得袂到母爱如定，更加珍惜这段无简单的缘分。全伫母亲节的精神，桃园地检署嘛特别向伊订买100个鸡卵糕，来赠送予经常人家庭。希望大遐正经犯错的囡仔讲，只要勇敢改过，努力过生活，就是互妈妈上好的母亲节礼物。